今次同大家睇下豪苑兩房一廳嘅裝修。半開放式廚房訂做咗整套嘅白色櫥櫃連吊櫃，仲配有燈帶同開放架，方便平時使用。有自營台面同雙頭爐，確保煮食空間充足。抽油煙機喉管收入吊櫃，睇落都整潔啲。吊櫃層架都可以按着需求獨立設計架。玄關櫃入面仲做咗個6層嘅隱藏式鞋櫃。薄身玄關櫃實用得來，唔佔太多空間。單位選用嘅淺色木紋搭配白色牆身，令整體柔和放鬆。兩間房都配3尺床，加到頂衣櫃同書台位，再加埋玻璃吊櫃，可以擺書同收納個人物品。地台床再加2個大櫃桶，增加儲物空間。第二間房位於角落，開2面窗，整體採光視野都更加開闊。出咗地台床同到頂衣櫃，床尾加多咗個細櫃，可以擺放小物品。浴室採用節省空間嘅霧面 PD 門，今次就揀選咗黑色鋁框玻璃趟門，為沖涼位做乾濕分離。米色洗手台加智能鏡櫃，仲可以將熱水爐隱藏喺入面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3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